咱若是去市仔买菜，大部分拢嘛是讲台语、听台语。即届台南市文化局举办的台语过活动，就专工安排带大人甲囡仔去踅东菜市，买物件对生活中来学台语。外海甲内海虾啊，到底有啥物无共款？头家甲大家说分明。这个海产摊有现捞的四卡啊、金马甲河流等物件，这事呢，常常叫少年人翻做台语有困难。这回台南台语话活动，特别规划用台语踅菜市，然后大家学到台湾话的生活用语，嘛趁机会甲要失去的用语，搁捡倒转来。这个唔捌用台语，含嘛家己咧踅菜市啊，嘿，这台语踅菜市是还是无共款的滋味啊。亲像伊咧介绍讲石斑啊，一寡无共款的鱼啊，因为我感觉毋是讲大家人厝内底拢会煮鱼啊，所以我拄好对鱼啊较有兴趣，所以伊咧讲鱼啊时，我就特别有印象安尼。来踅菜市的人，这是台南东菜市对日本时代传到单有120档的历史，市场内拢总有308档。东菜市自筹会指出，伫遮做生意多数是济货人，若无讲台语，颠倒的袂关系。地区将近9成拢用台语。另外，为了将学到的思虑记录落来，台语老师嘛教大家安怎用词典学习正确的台文字。迄个台语学习，毋是像咱以早拢打用安尼口传的安尼尔，咱一定进展甲讲，咱有一个系统化的标准啦。啊，咱是毋是爱甲囡仔做伙，行迄个系统化标准？啊，豆豆啊，搁较济咱听到的物件收入来。讲台语来买物件做生意哦，感觉大家拢足亲切啊，有一个认真味啦。大部分拢伊也用国语，阮嘛是听有，但是阮会甲回台语，互伊知。主办单位讲，民众拄报名烦恼袂晓讲，不过经过实际行打，透过互动式学习，提供大家口语练习的机会，也提升学习的成效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